4月頭去雲南，喺深圳機場搭早機，住一晚機場酒店。深圳機場食呢間潮州菜，味道一般啦，人均大約150蚊。深圳機場海悅嘉裕酒店500蚊包一位早餐，登記會員再送一位。乾淨企理啦，好近機場嘅入閘口啊！早餐都幾多選擇嘅，味道都唔錯。來回昆明每人1518蚊，時間就比較好啲。落機攞車呢，就直去大理啦，冇喺昆明度玩。車程大約5個鐘啦，途中經過3-4個服務站。食啲小食頂下肚啦，5點半先至去到大理。第一站係大理嘅洱海啊，會喺度住2晚。呢個文北村路口呢，好塞車嘅，啲車又左穿右插。住呢間觀南海景客棧，2晚860蚊包早餐嘅。其實一嚟到大理呢，就好乾燥同埋作感冒啦。雖然間房專登訂有浴缸啦，但係頭痛都冇浸過。對住個洱海呢，間房都算企理呢，又有露台。擺低行李呢，就去雙廊古鎮行下啦，食晚餐。雲南出名菇菌，滿心期待食呢個菇菌火鍋嘅。侍應話啲菇菌係冰鮮嘅，因為而家唔啱季節。但係呢個湯就冇乜香菇味，唔係平時煲湯用冬菇嗰陣香味。呢餐人均120蚊。出面係碼頭嘅，可以坐郵輪喺洱海兜圈。我哋自駕呢都會圍繞洱海揸1個圈嘅。雲南名物鮮花餅，但係試食過呢，覺得太甜冇買到。第2日嘅行程係環遊洱海。天氣好好啊，氣溫大約25度啦，但係都好乾燥，係乾到個鼻都揦住咁啊！民宿早餐肉碎米線呢，看似好辣，其實就好淡味嘅。首先去咗文北村，上到山頂嘅呢間咖啡，每人消費一杯飲品，大約50蚊啦，就可以喺度影相 hea 下。我哋早到啦，之後就開始多人，我哋留咗個零鐘呢，就去第2度啦。我覺得洱海都值得玩多幾日啊，感覺都好悠閒。周街都有旅拍店，呢間咖啡自己都有。之後就去理想邦，呢度係仿照希臘嘅聖托里尼，勁多人，都係到此一遊啦。呢度啱啲鍾意打卡嘅人，好多位啱影相。落山去返海邊，差唔多食晏啦。
馬路邊呢間食白族私房菜嘅，味道唔錯，人均75蚊。揸車去洱海西邊嘅網紅 S 灣啊，呢邊勁多人同埋咖啡茶飲店咁嘅。租呢架車仔揸咗1個鐘，120元4個人，有啲似喺大美督，但係呢度景色就再靚啲啦。車速最盡好似50公里啊！慢慢行咗一段路，吹住風都好寫意啊！回程就坐呢啲環保車，120元4個人，大約25分鐘呢就去返起點啦。之後就去喜洲古鎮，呢度有個麥田，感覺就郊外啲，唔似其他鎮呢，淨係得商店啊、酒吧咁商業味。呢啲咕咕磁石5元至30元都有，我每個城市都買一個。差唔多日落。呢個色調幾好啊，可惜就唔夠時間慢慢行啦。好多隻大狗喺度懶洋洋，抱住佢哋影相就要俾錢。距離停車場都幾遠，所以坐呢啲車仔呢20元去攞車。又去返喜洲古鎮食晚飯啦，呢餐係白族石板燒、黑松露蒸蛋，冇乜味，其他食材都唔錯，人均就70元啦。呢朝早6點就開車啦，因為要趕去麗江嘅玉龍雪山。自己喺微信官方帳號呢又好似好難買，咁唯有喺 trip.com 買啦。纜車時間冇得揀嘅，早1晚先會收到信息話你知編排咗幾點嘅纜車。入山費每人100元，可以2日進出嘅。呢日咁啱牦牛坪索道停運，好彩我哋就冇打算上去呢條。我哋係去雲燦坪，第2日再去冰川公園、南越谷同埋睇印象麗江。坐大約15分鐘環保車，再轉坐雲燦坪嘅纜車。今日呢個套票呢，就包索道啦、環保車同埋自助餐，每人120蚊。啲棧道呢係日字形嘅，原本諗住喺中間打橫咁樣兜返過嚟啦，點知我行到呢度呢，就突然間勁暈喎，應該就高反啦。
我嘅高反症狀呢，除咗頭暈頭痛呢，仲有肚屙喎。好彩呢度嘅公廁有座廁啦，咁去完廁所再坐咗一陣就冇事啦。坐電瓶車去返纜車站，呢架要自費，每人15元嘅。自助餐正常啦，冇乜期望，但係其實出面都好多餐廳嘅，會有啲姐姐呢俾我哋試食乾菌醬同埋花生小食、酥油茶咁嘅，不過唔啱口味，冇買到啊。揸半個鐘車呢就去民宿啦。今朝太早起身啦，要瞓晏覺，但係唔記得去遊客中心登記2次入山，所以4點半又返去登記。呢間玉龍雪綠石嶼民宿新開就冇耐嘅，咁我見評語有狗仔喎。呢隻狗呢叫可樂啊，8個月大，完全唔怕人，勁熱情，係咁咬我條褲啊！呢個玉龍村呢，本身都係一個景區，但係都冇時間周圍行下。其實呢個旅行呢，都有啲走馬看花，地方太大呢，去唔晒。住一晚就442蚊，山景呢可以睇到日照金山啊！都係專登訂浴缸房，但係高反費事浸啦。送咗個果盤俾我哋喎。其中呢有幾個柑勁好食，又甜又多汁啊！瞓咗1個鐘晏覺呢，就出去登記埋2次入山，就去麗江古城啦。落咗陣雨，咁我哋都只係行下古城嘅中心區。好多小食檔，試下呢個發毛嘅豆腐呢，都幾香口喎。不過人老咗呢，真係唔食得多嘢，而雲南啲嘢都唔係好啱口味。都係嗰句，太走馬看花，要食正餐呢，就冇時間同胃口去掃街啦。晚餐喺大水車對面嘅呢間食牦牛火鍋，人均就90元。牦牛肉比較韌啦，麻麻地。沿住古城嘅斜路向上行呢，越夜就越多人。喺度買定氧氣樽，聽日要上玉龍雪山頂，15元一支嘅。去到景區先買呢，就要39元一支嘅。肥佬好欣賞阿婆嘅工藝啊，買咗條披肩。呢度係酒吧街嘅區域，即係夜繽紛。
喺山頂坐返車仔落山，好似每人10元咯。按埋摩返到民宿都11點幾咯。呢個方向係望返麗江古城，又要早起身出發上雪山啦。呢日仲癲啊！套票呢編排咗7點半至8點嘅冰川索道。民宿老闆娘話呢，通常遲1個鐘都可以嘅，所以我哋諗住8點半去到。早晨啊，其實呢真係好得意啊！去完雲南呢，我覺得當地人對貓狗都友善嘅，都唔見有狗肉餐廳。就算啲鋪頭用狗影相嚟賺錢呢，但係都養得佢哋肥肥白白。最近廣東揭陽事件呢，真係令我好心噏啊！雖然都知道世界各地呢虐待動物嘅事件經常發生，但係今次呢係幾個僆仔為咗娛樂去虐殺動物。最令人憤怒嘅係呢啲父母當係一件小事，又唔會教佢哋同理心，當啲動物唔係生命，以為人類係最高等。加上呢政府又唔肯立法啦，又成日有人偷狗啊賣狗肉，真係好折墮。反駁隊就會話：咁你又食肉？食肉前啊，啲動物係一刀過或者電暈先劏，唔係為咗娛樂而虐殺佢哋咯。不過呢個世界呢，永遠都有啲人渣，恃強凌弱，欺善怕惡，而且有啲變態呢，專登拍呢啲虐殺片，賺埋啲陰質錢。有時真係希望上天消滅下啲人間廢物，大掃除。都係嗰句啦，善惡到頭終有報啊！食完早餐就返上房睇日照金山，不過就遲咗少少。希望可樂平安健康咁生活啦，有緣再見啦！原來仲有2隻大狗喎，老闆娘話驚佢哋咬人，所以就韞住先喎。呢隻馬好怕醜啊，迴避鏡頭。飲咗呢支高原藥打底，唔知上唔上到山頂呢？仲排緊隊，比起本身編排搭纜車嘅時間已經過咗1個鐘。原來呢，因為大風而延誤，所以堆晒喺入口排隊。最終呢，排咗個半鐘隊啦，成10點先可以上環保車。跟住又排咗20分鐘先至上到纜車，所以一開波呢已經消耗咗好多氣力。大約10分鐘就上到4500海拔，好彩都天氣好好。呢個套票喺 trip.com 買呢，人均360蚊，包冰川索道啦、環保車同埋印象麗江嘅。沿住棧道呢，可以再上最高嘅平台4680海拔。我行咗幾步又暈暈地唔夠氣，唔夾硬嚟啦，留返俾肥佬同番茄慢慢上，我精神上支持佢哋啦。
佢哋都來回行咗1個鐘，我就勁頭痛喺餐廳等啦。如果唔係纜車延誤呢，就可以食埋晏先至睇印象麗江嘅。呢個場次係1點20分開始啦，坐喺戶外好曬又乾燥，我就覺得可以 skip 啦，寧願去南越谷慢慢行下。場 show 就1個鐘，終於可以食晏，又攰又肚餓。食完嘢就坐環保車趕去南越谷啦，因為得返個零鐘時間行咋。我哋淨係行咗上游嗰段，我個人就完全虛脫咁啦。今日嘅行程太長，而且高海拔又曬，都幾辛苦，仲要預時間落返山呢，最終行咗1個鐘就走啦。下一站就去香格里拉，車程2個鐘到啦。一入城呢，條路就好闊，人煙稀少，啲人就集中喺古城區嘅。隨便揾間餐廳可以車牌門前，大家都好攰啊！今日呢間蘭歐酒店780蚊2晚，有供氧機嘅，都係新開冇耐嘅。香格里拉海拔3300，成晚都頭痛。呢間啲早餐就自助式，但係就好難食。本來諗住嚟香格里拉影藏輻射真，但係真係精神太差冇影到，臨時就決定去巴拉格宗，大約個半鐘車程啦。可以揸埋架車入景區，冇去最頂啊，太高海拔啦。話呢度呢係以前有個原住民出省打工之後呢，攞錢返嚟開闢道路嘅。第一站係呢個班丹拉姆神山觀景點，呢座建築物叫巴拉卓馬拉漢，係當地人嘅文化中心。繼續上呢，就去到呢個巴拉村啦，有餐廳可以食晏，都有香港旅行團喺度，啲嘢食味道就正常啦。呢架就係我哋租嘅理想 L8，都坐得好舒服啊！再繼續揸上去回音壁，沿住棧道行去玻璃觀景台。香格里拉大峽谷下面條河就可以玩激流嘅，不過喺大陸就唔好玩飛索啊、激流呢啲高危嘢啦。之後就落返山啦。其實我都想上山頂嘅，不過真係驚又頂唔順咯。落返嚟回音壁對落呢，河嘅側邊有路可以行入去嘅。回程返市區啦，途經呢個納帕海飲咖啡。行下杜克中古城，今晚喺度食飯啦。都好多影相打卡位啊！
呢度又係好多大狗，隻隻都懶洋洋咁。終於就精神好啲啦，冇咁頭痛。晚餐食呢個牛牛巴，牦牛火鍋餐，人均90蚊，味道都唔錯嘅。嚟龜山公園呢，要喺微信預約入場時段，都係湊下熱鬧，轉下個巨型轉經筒啦。最後冇去松贊林寺啊，因為對寺廟冇乜興趣啦，同埋都想快啲去返低海拔啲啊。白水台同埋虎跳峽都冇去到。好厭世嘅牛牛等收工咁。呢日瞓晏啲，10點半先至出發去大理。最後呢晚呢，就住大理古城附近嘅清晨時光酒店，300蚊一晚，正常企理啦，早餐就普通。因為大理古城人多，泊車麻煩，所以就租電瓶車方便啲。咁多日，終於食到餐過橋米線，呢間都好食。之後買啲酒啊、菇菌包返去啦。呢個抹茶雪糕麻麻地，唔夠甘。跟住又走咗去按摩啦。晚餐食串燒，呢間都幾好食，尤其係個蘑菇，人均80元。最後我哋去咗呢間洗面按頭，都好舒服。仲有呢隻超 nice 嘅西摩犬，臨走落大雨呢，就喺度同佢玩陣，等雨停啦。諗住點都要試下烤魚鱔，點知好難食。最後一日揸5個幾鐘車出返昆明機場食晏，等上機啦。
第一次去雲南呢，都係去啲大路嘅景點，氣候同海拔要時間適應，計埋租車各樣呢，呢個 trip 每人就7000蚊有找啊！